想同大家講講愛馬仕嘅4大金剛飾嘅價值排行榜。原本 Hermès 只有3大金剛飾，就係黑色 Noir、大象灰 Etude 同埋金棕色 Gold。不過由於需求急升，近年我哋多咗一個顏色，就係奶色白 Crepe， 咁就變成4大金剛飾啦。喺愛馬仕專櫃，無論你買乜嘢款式，金剛飾嘅配貨難度都會比其他顏色高，甚至乎衍生到接近金剛飾嘅配貨比都會高啲，配貨難度就會直接影響二手市場嘅價值啦。我喺呢度就同大家列咗一個喺而家呢一刻4大金剛飾嘅價值排行榜，排名第一就係我哋嘅黑色銀扣，之後就係黑色金扣，而大象灰金扣就會同黑色金扣差唔多。奶色白因為產量少，奶色白金扣價格亦都會同色金扣差唔多。之後就到大象灰銀扣同埋奶色白銀扣啦。終於到我最中意嘅金棕色金扣啦，金棕色銀扣就會再比佢平少少。雖然我有呢個排行榜，但係實際上愛馬仕嘅二手價錢會按照季度、需求同埋供應量而有所改變。唔同款式、皮革、年份、新淨度、配件齊全度都會令到個袋嘅價錢有唔同。不過我個人覺得最緊要自己中意，唔好盲目去追求金剛飾，最終都要真係自己真心中意個顏色先至好買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如果你哋有咩問題就可以留言或者直接 PM 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